唔俾打麻雀，咁你跟住就話凡事都可行，咁你打唔打麻雀咧？嗱，咁啊分析一下咯喎，打麻雀好唔好啊？咁有啲人話好，可以做運動嚇，做運動嚇係咁做運動嚇，游乾水嚇。但係問題就係話，當你幾個人啊，如果你係基督徒，坐埋喺嗰個麻雀台裏邊，咁樣花晒呢啲時間，好唔好啊？時間好寶貴啊！人哋睇到你打麻雀嘅時候咧，佢哋唔知道啊！你話啊，我唔賭錢啊，但係你浪費時間喎，人哋會誤會你賭錢喎。嗱，聽得明嘛？你話食煙好唔好啊？咁食煙好唔好啊？一般人都知道唔好啦，又會肺癌，又會自己又一陣臭味，係咪啊？對自己身體又唔好，人哋又會食二手煙，咁你仲食唔食咧？係咪？嗱，所以我哋睇到話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我哋做每一件事嘅時候，睇下其他人有冇被我哋所做嘅事影響，然後再進一步，無論何人咯。嗱，佢話不要求自己的益處，乃要求別人嘅益處，講得好清楚。我哋做呢件嘅事是否對人有幫助，而將自己放喺次要嘅地位？嗱，呢一個嘅功課就非常重要啊！我哋喺罪惡當中咧，記唔記得啊？喺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，因為那時第一罪狀就係話專顧自己、自私自利、自以為是，全部係個人，唔會理別人。嗱，所以呢啲嘅聖經咧，就同我哋個人嘅靈命、生命好清楚嘅提醒。嗱，再進一步嚇，當我喺早幾日睇到第六章啊，嚇喺第六章第12節啊，又講到凡事嘅嚇，再同你分享。佢話凡事我都可行，跟住咧，但不都有益處。嗱，呢度就好似重複咗頭先啦，係咪？再進一步話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無論哪一件，我總不要受他轄制。嗱，呢個就另外一個原則。我哋所有嘅事都可以行，食煙都可以行，飲酒都可以行，但係會唔會話失去控制呢？你唔食唔得，唔飲唔得，嚇好多嘅行為一上咗癮，我就成日都講，背後就有邪靈